根据国民健康署2020年的调查，甲状腺癌的发生率伫10大癌症当中排名第7，女性的发生率是男性的3倍，发生的高峰期是45到55岁。因为甲状腺癌一般较无明显的症状，大部分拢是靠身体健康检查才来发现。因此，基比病院一般甲消化系外科医师王文庆表示，因为女性较容易得到甲状腺的疾病，更应该爱定期来检测。甲状腺癌它一直都是台湾10大癌症发生率里面的第7名啊。好，那在这个比例上的话，是属于一个女性发生率比较高的癌症。好，那男女的发生比大概在3比1左右。好，那它最好发的年龄大概在40岁到50岁。好，然后再来次发的大概在50岁到60岁左右。好，那治疗的方式主要是以手术为主。好，那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必须要合并这个放射碘治疗。好，那如果再来治疗对放射碘治疗无效的话，可能会考虑到其他的，好像什么标靶治疗啊，还是放射治疗等等。好，大概主要的治疗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跟其他的癌症比起来，相对上是比较单纯一点。好，那它的预后也是非常的好。好，那大部分的病人只要是比较早发现，几乎就是手术完，最多做完放射碘治疗，之后就会持续的追踪，然后就服药，就吃甲状腺素，一辈子追踪，也就算是一个预后比较好的癌症啊。医师表示，甲状腺癌分类，食啥看的是乳突癌，大约占8成，一般的治疗是手术。高风险的必须要搭配放射碘的治疗。甲状腺癌预后属于较好的癌症，呼吁民众唔免太过恐慌，平时做定期的追踪，有问题就赶紧来就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